这是一段22分钟生死时速的超车，普通的小电驴却跑出了超跑的节奏。你以为他在耍酷吗？不，他是在玩命救人。刚上大一的男孩，暑假为了帮父母减轻负担，选择当了一名外卖员。原本以为这次接到的也是一个普通的订单，可当他看到订单备注的那几行字时，神经瞬间紧绷起来。原来一位女子在路上不幸被蛇咬伤，送到医院后，医生告知家属，治疗这种蛇咬伤的药只有市中心医院有，可现在正值下班高峰期，那边取完再送过来，肯定要错过最佳治疗时间。家属听后立即通过外卖平台下单了蛇药。男孩明白，面对这样的急症，晚一步都可能丧命，于是他骑上小电驴一路狂飙，任凭风在耳边呼啸，车流在身边掠过，他把手焊死在加速器上，还用浓重的广西口音嘶喊：你还活着吗？你还活着吗？加油！为了救你，我赌上性命，跟死神搏斗。只要能成功救到你，我的人生就非彩有你了。原本40分钟的路程，他仅用22分钟跑完全程，最终女子因得到及时救治，身体恢复了健康。